家里来提亲，言辞恳切殷殷。夸他笑颜有生机，品貌双全有多情。说他非我不肯啊讲，想念闻言动了心。送给他传世之宝在身旁，鸳鸯宝剑定了情，青山林心不宁，梦中佳人已是真。要想保佑团的心，不问奴仆你人生。老奴叫他喝醉了，骂起来呀可难听啦！他骂什么啊？他骂这宁国府里呀，只有那个小狮子是关心的。真的有这些事？他骂组织杨小说的杨小说，把会的把会，偷小姨子的呀偷小姨子。真有此事啊？来，东府的那个曾大爷啊，真不是个东西。专当小姨子的旨意。小姨子，有三金，他愿意吗？实在人家恶言地下，这怕生活有急呀。何况他们姐妹是一对有吗？一对有吗？他不是姓有的吗？鲜花迷人明月在，主子老爷在收菜，鱼儿放在毛着的山追毛儿生一代，一代有不在东府，难守洁净保清白，三十青花不做泥中难免，花根根泥中埋，旁人赏花不知地，童儿顺意，老母在忙，处事处不难做改。家政家廉不可信，二贼三贼岂可爱？会不会留人做人鸳鸯结？会不该答应亲自定下来？正大门外怕小姐，心已冷透，难
情。带我去换三枚。二姑，二姑，小弟此番得来高才，高才，那则与二姑分别一语，小弟前去探望姑母，谁知姑母所知，以为小弟定了亲事。你与三妹的亲事是你千口答应的呀！要是违背姑母慎重二姑，小弟岂不成了无念不孝之人么？这个小弟此番得来，一直请伯母与灵二姑私财，二是去为鸳鸯报仇。你二姑，此间内祖上传下而被不管损失，万望此晚小弟不生关情。当初哈你何会在手下这宝剑做了定力，失了定力，哪有退位？婚姻大事，岂能杀退休退？
小弟情愿另择随房，但这婚事甚那聪明，真岂有此理！阿哥，此处不便动言，请求外宾一叙。不用了。三妹，不是有要问着抱歉吗？鸳鸯剑啊，鸳鸯剑。铁柱心上，本以为绵绵见明鸳鸯，恰原来恨亲亲。
心。